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《龍珠少年篇》。三年前買嘅，俾大家睇一睇個盒。我買全部都係二手。啲盒少年悟空就400。啲盒裝置就250蚊。呢盒無限就300蚊。呢盒阿樂800蚊一盒。呢盒龜仙人700蚊一盒。呢盒天中飯1.0 800蚊一盒。全部都係二手入貨。仲有啲盒電單車，同裝置一齊。電單車啲盒就450蚊。
呢盒最大盒神龍900蚊一盒。我最中意就係買二手嘢，平。好，影片拍到呢度，大家記得訂閱同埋 share 同埋俾 like。好多謝大家收睇，好，拜拜。